后来乡亲继续要来介绍婚姻赛例这位艺销廖家豪，使人感动。伫40年前就开始世界去目击到反公平，关乎赛例警察分局。最近这几年来，改幕效果更较好的警视厅，甲安利的赛例议论甲轮陪危险的路口，就是要互乡亲暗时出门更加安全。 甲文件资料变开，开那张路口的对照图片和地点位置，这拢是赛例定的艺销廖家豪和伊的团队所到的警视厅的记录相片。廖家豪因为伫参加救护的过程当中，发现有一寡路口伤弯，或者是路啊有向向变下的情形，用路人伫暗时开车，若是无注意，都有可能会发生车祸。所以自40年前就开始世界找反光的镜片，关乎赛例分局，希望会当帮助改善暗时的交通安全。爆闪灯会当头1公里远，就当提醒咱所有用路人。 伊嘛真感谢善心企业单位的帮助，伊常常和赛例守望相助的队员做伙伫路口咧巡到警视厅。即马伫赛例议论轮陪地区一寡较危险的路口，已经有到警视厅。暗时出去巡逻吼，咱看路足暗，所以我巡了转来，若暗我甲阮这大哥讲吼，咱请来到迄个报站等边啊。 这么多年以来，为地方的交通安全付出，伊嘛希望透过家己的行动，会当互更较侪人做回来帮助社会。